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，就展现要互已经战3党的乌俄战争收煞的企图，嘛促成美国甲罗西亚先来展开会谈哦。昨美国甲罗西亚会谈煞嘛宣布讲有达成共识，罗西亚嘛强调因的底线。这场的会谈详细内容甲影响，今日解播新闻，咱就请吴欣来为咱分析。是主播，2月18日，美国甲罗西亚团队伫咧沙特阿拉伯会谈是引起国际关注。美国国务院伫会后表示讲，这摆会谈是向前重要的一步。美国甲罗西亚到底讲出啥物？咱做来看。这摆美国甲罗西亚团队伫咧沙特阿拉伯会谈是达成4大共识。第一，就是讲建立一个沟通的机制，互美国甲罗西亚关系会当修复，互两边的外交团队会当正常来运作。第二，就是讲美国甲罗西亚双方任命 high level 高层级的团队，用久长、用各方面会当接受的方式，赶紧结束俄乌战争。过来，俄乌战争结束了后，美国甲罗西亚针对地政治这议题落去讨论、落去合作，投资甲经济嘛包括在内。上尾一点就是讲，美国甲罗西亚爱继续直接，确保头前讲的这3点会当顺利完成。不过，罗西亚嘛咧试美国的底线，因伫咧会谈当中提出新的要求。罗西亚这边讲有3点，因是绝对袂让步。第一，就是讲8月扩张，意思就是讲有新的成员国加入，因定着袂稳准。当然，乌克兰嘛袂使加入北约，也北约的军队禁止部署伫咧乌克兰。规个会谈，美国甲罗西亚代表因是讲4点外钟，不过无讲到川普甲普丁会面的日期。因本人当时要见面，也无确定。无确定的也有乌克兰哦。美国讲这摆会谈是向前重要一步，乌克兰敢有伫咧这一步？俄战争咧拍，主要拢是乌克兰的地土，互罗西亚占去，应该爱是会谈主角的乌克兰。当咧，乌克兰甲欧盟国家拢无互邀请去会谈，无邀请去谈判，也泽连斯基就讲话啊，伊仲讲，若无乌克兰同意，就无法度做出结束俄乌战争的决定。也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会个针对乌克兰战争召开第2摆欧洲甲非欧洲国家会议来讨论对策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播新闻，甲时间交等由主播。